肉粽节搁要到啊！台南立法委员林俊宪透过网络的方式，甲台南的肉粽店推荐，互大家知影。这几天因为网络的进步，立委甲幕僚团队讨论了后，共同来想出用做节目的方式来介绍台南在地的小吃店。透过这种方式，会当甲民众有更较侪互动，听到更较侪无共年龄层的民众声音。我想我们都希望能够多方面的跟选民能够沟通。那影片呢，大概是目前网络时代非常需要的，所以我大概做2个系列。在台北，我做的开箱国会；在台南，我拍的是现在台南，尤其在台南市，我主要是介绍一些好吃的点心地方美食，而且最主要是挑我本身就常常去，我个人很喜欢去的，因为我们在地台南的子弟。我想每一个台南人都有心里面的一张美食地图，所以我就先把我自己从小吃到大的店先介绍给大家。没想到这个反应非常热烈，我大概拍了1年，大约有介绍30家店，累积观看人数有500-600万以上，其中最多人看的一支影片就超过60万，让我自己也非常惊讶，表示说大家其实对相关这方面的资讯都很有兴趣。那后来也有一些朋友也有推荐但是呢主要每一家店家我们都是自己先去尝试过觉得真的不错，我就介绍给我们台南的乡亲或者是外地到台南来观光的人他们以后呢也有一个可以作为参考的美食地图。立委要提醒民众。在防疫的期间，大家一定要照规定，把饭菜包回去厝里才食。肉粽节若因为无时间，家己伫厝里包粽的话，立委提供台南在地无共的肉粽店，互大家知。除了有一般的传统的肉粽、菜粽以外，还佫有伫粽内包鱼、干贝、各项青草的粽。有的肉粽店的馅料嘛非常的特别，馅料毋是一般的豆油糕，是用肉汤落去做的。除了粽以外，还佫有好啉的汤，要互大家做选择。那现在防疫期间呢，大家都不能外出了所以都是外送。那外送的时候呢，你每天都不知道点什么，很多人都有相关类似的烦恼。所以呢，我在防疫期间呢，现在台南就跟大家介绍几个你在外送美食可以参考的例如台南最出名的便当店专门做外送便当的店或者是国民美食锅烧意面有时候你便当吃腻了，不知道叫什么我也推荐过好吃的锅烧意面或者是端午节快到了我也给大家介绍我们台南几家非常出名的粽子的名店菜粽、肉粽都就好吃也给大家当你在防疫期间在家里烦恼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选择给大家做参考。在咧疫情的期间，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出门。立委会继续透过节目用线顶的方式，提供大家更较侪台南的好食所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